猶太書，我是耶穌基督嘅僕人，雅各嘅兄弟猶太，我寫信嚟本蒙上帝選召，生活在阿爸上帝嘅統攝中，又蒙耶穌基督保守嘅人，願上帝豐豐富富賜你哋靈命平安老慈愛，親愛嘅朋友。我清早就想愛寫信嚟老你哋談論，同我哋大家隆重有關係嘅救恩問題。總係我感覺有需要即時寫信嚟勸勉你哋，我繼續為上帝一擺就完全傳本信徒嘅信仰盡力打拼，因為有啲無敬虔嘅人偷偷入來我哋嘅中間。卻嘅上帝恩典嘅道理來責怪自家腐敗嘅行為，佢哋欺騙唯一嘅主宰，我哋嘅主耶穌基督。清早以前，聖經已經預言，佢哋一定愛受刑罰。這一切雖然你哋全部清楚，我還是愛提醒你哋，主樣般拯救以色列人脫離埃及，然後消滅該條唔信嘅人，唔好唔記得該條唔守本分、離開本位嘅天使，佢哋本永遠解唔開嘅鎖鏈，鎖在烏暗嘅沉人度。上帝將佢哋關在該位，等候審判嘅大日咧，還有黑在索多瑪、蛾摩拉、老夫君上市嘅人民。將該條天使窮樣，佢哋行淫亂、放縱違反自然嘅性慾，所以落在該永遠不滅嘅火地位受刑罰。呢個是可以做大家嘅鑒戒。呢條無敬虔嘅人也窮樣，佢哋惡作嘅妄想害佢哋犯罪，打垃圾自家嘅身體，佢哋藐視上帝嘅權柄。褻瀆天堂給了有尊榮嘅，就是天使長米迦勒，為了摩西嘅神事同魔鬼辯論嘅事，也唔敢用誹謗嘅話來責批，只有講主責批你。總係呢條人竟然誹謗一切佢哋唔了解嘅事，像禽畜一樣，佢哋順本性嘅所想去做該條敗壞自家嘅事。呢條人慘咧，佢哋同該人行同條路，為咗錢財，佢哋陷入巴亂所犯嘅錯誤中，佢哋像可拉一樣破滅，也像一樣滅亡。呢條人同佢哋強下說愛嘅顏色，唔係堅守，只顧自家清廉，上做顏色嘅污點，佢哋像唔會落雨嘅雲，本風吹來吹去。又像秋天唔會結果子嘅樹，連根本人綁出來，完全死脫。佢哋嘅行為唔係堅守，像海度嘅大浪，結出惡作嘅水泡。佢哋像神嘅油湯，跌落上帝永遠為佢哋保留嘅烏暗嘅情人。亞當嘅第一代孫呢，以諾對了條人做出預言，佢講。看哪，主帶領千萬個聖天使降下來，佢要審判所有嘅人，刑罰所有無敬虔嘅罪人，因為佢哋嘅行為無敬虔，又用無敬虔嘅話冒犯上帝。呢條人常常埋怨別人，怪怨別人，佢哋信自家邪惡嘅情慾，講謗諷嘅話，為咗自家嘅利益巴結別人。總講，親愛嘅朋友啊！唔好唔記得我哋主耶穌基督嘅使徒講過嘅話，基督對你哋講，在歷史嘅末期有人會出來，就自家邪惡老無敬虔嘅慾念滅殺你哋。呢條人無信人，基督順從本性嘅教唆，自作紛爭，總係你哋呢？親愛嘅朋友啊，你哋應當一切在自身嘅信仰上操就自家。在心靈的地位祈禱，
常常生活在上帝嘅統攝地位，仰望我哋嘅主耶穌基督憐憫你哋，使你哋永遠嘅生命。對嗰啲兒婦冇辦法結財嘅人，你哋愛憐憫佢哋；有啲人，你哋愛對火機當中搶救佢哋；另外有啲人，你哋愛憐憫佢哋，仲係愛赦義，連佢哋過到情欲嘅衫褲也唔好命到，應該能保守你哋唔會跌倒，使你哋冇缺點，如何歡歡喜喜來到佢榮光嘅面前嘅。我哋嘅救主，獨一無二嘅上帝，通過我哋嘅主耶穌基督，得到榮光、威嚴、能力、和權柄，對萬事以前都立下，直到永永遠遠。阿門。